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3天。前线共发生200起战斗，乌克兰再次遭遇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防空网拦截了来袭的415架无人机中的386架，拦截率93%，42枚巡航导弹中的27枚，拦截率64%，任有16枚漏网导弹和21架自杀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的17个地点。9月10号，俄军继续向西维尔斯克方向发动进攻，但未取得任何进展。俄军向西维尔斯克西北部叫德罗尼夫卡附近地区、西维尔斯克东北部格里霍里夫卡和谢列布良卡附近地区发动了进攻。这个进攻的部队是车臣的艾哈迈德特种部队第204艾哈迈德特种团，靠他们去打仗，当然没有任何进展9月10日，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报告说俄军首先在前线附近集结，然后分成小组进行步兵攻击。该指挥官表示，俄军没有使用机械化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反攻。近日，俄军被赶出潘基夫卡、马亚克、辛特罗伊斯克、新经济城和拉基诺等定居点，面积约 1.53平方公里的沃洛季米里夫卡定居点已被乌克兰武装部队完全控制。自8月以来乌克兰加大了对克里米亚西部的打击力度，乌军重点打击对象是俄军的防空系统雷达站。乌克兰还瞄准了通讯基础设施和后勤枢纽，以削弱俄罗斯在海上和空中的探测能力，目的是逐步削弱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并为更大规模袭击开辟通道。根据媒体报道克里米亚俄军第40升空通信中心总部和通信设施遭无人机打击。2025年9月10日夜间，位于克里米亚维蒂诺村的俄罗斯航天军第40指挥测量综合体，也就是升空通信中心遭到打击。此次打击很有可能由2架喷气动力无人机实施，总部大楼和一处通信点被击中。视频画面显示2处目标被摧毁，视频的尾部还能看到一枚喷气动力弹药的残片正在飞行。这个乌军不仅打击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探测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继续打击海上目标。9月10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成功锁定并摧毁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多功能作业船。这艘战舰于2015年服役，造价约6000万美元。俄军现役仅有4艘同型舰，如今损失1艘，对黑海舰队无疑是沉重打击。实际上，这个 MPSV07 型多功能作业舰实际上是一个拖船和抢修用的军舰。结果根据这个乌克兰方面放的视频乌军的无人机精准击中这艘舰体。这个谢尔斯基表示现在每月召开一次关于无人机系统部队的发展会议。8月份，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了超过6万目标。无人机防线是我们重点领域之一，深度打击，我们正在持续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当然了，俄罗斯也没闲着俄罗斯9月10日夜间向乌克兰发射约415架无人机和40余枚巡航和弹道导弹。在这场夜间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向乌克兰发射约415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以及40多枚巡航和弹道导弹。乌克兰共有15个州遭到攻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上通报了这一情况。乌克兰防空部队自9月9日傍晚以来击落386架无人机和27枚导弹，这些武器都是用来攻击乌克兰的。这2天最重要的新闻就是俄军向波兰发射了无人机入侵波兰的领空。当地时间9月10号，波兰击落侵入该国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并启动北约第4条
磋商，但俄方予以否认，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称不计划袭击波兰的任何目标。我们看看各方表态啊，应北约这个秘书长马克·吕特证实啊，他说应波兰要求，以援引北约第4条召开了理事会会议，目前正在对事件进行全面评估，指责克里姆林宫此举完全不计后果，但可以肯定昨晚的违规行为并不是孤立事件。防务快报则报道称，克里姆林宫从7月份开始就准备向波兰境内发射无人机，在此前的俄罗斯无人机上检测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的 SIM 卡。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期待特朗普以实际行动兑现其关于保障波兰安全的承诺，但特朗普的反应让波兰和北约的其他欧洲成员国有些失望。特朗普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俄罗斯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是怎么回事？开始了，没有看到特朗普或美国政府有额外的反应。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关于俄罗斯发射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这个事情他的表态本来就姗姗来迟，结果还令人摸不着头脑。根据美国媒体的猜测说特朗普似乎表达了对波兰的支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直言说特朗普的表态含糊其辞，令人困惑，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波兰官员表示，波兰方面希望美国可以加快武器部署以及对乌经济制裁，同时迫切想知道特朗普开始吧的含义。这什么玩意开始CNN 称波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标志着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北约成员国首次在其领空直接与俄罗斯自产交战，以及俄乌冲突的显著升级。报道提到，此事件正值特朗普在结束战争方面进展甚微之际。特朗普对普京日益沮丧，但只是嘴上嚷嚷，至今没有对俄罗斯实施任何新的惩罚措施。实际上，很多媒体反映这个普京派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实际上是试探北约的底线，测试北约的防御反应速度和战备。这个行动达不到北约第5条的底线，只够启动第4条。欧洲媒体指出北约对俄进攻波兰的反应显现反应不足，将决定俄入侵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的时间表。毫无疑问，这次袭击是为即将到来的波罗的海入侵而精心策划的演练。有媒体报道说荷兰的 F-35战斗机紧急升空使用280万美元的导弹在波兰上空击落俄罗斯无人机。媒体报道说，天菊葵无人机，也就是沙赫德无人机单价约1万美元，而美军的空导弹发射成本达到280万美元，拦截成本达到目标价值的280倍。北约击落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远远低于乌克兰，这是 BBC 报道的他说，今日乌克兰在415架无人机袭击中实现了93%的拦截力，且长期保持类似战绩。而波兰在盟国支持下仅击落19架俄无人机中的4架，而且出动了 F-35战斗机。BBC 指出考虑到波兰拥有比乌克兰更先进的装备体系，这一战果虽然令人难以满意，巨额的国防投资并不能替代实战经验。而乌克兰人拥有的是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既有拦截无人机的实战经验，又有发射无人攻击的实战经验，现在还用 F-35，对吧？发射导弹去拦截无人机，那这个成本太高这个战是打不起的，因为无人机的成本太低。所以泽连斯基今天他在会见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愿意向波兰提供援助、培训、专业知识，以击落包括沙赫德在内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个乌克兰人这个防空技术是经过实战检验的。实际上，我认为普京这一次对波兰发射无人机就是一次成功的试探，而且主要试探对象就是特朗普，看看特朗普能表什么态，能有什么脾气。北约和特朗普表现得如此软弱，只会助长普京的这个气焰。下一步他很有可能要轰炸波兰的几个机场，就是热舒夫机，也就是这个机场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武器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普京通过他的试探，发现特朗普不过如此，表现非常软弱。这个泽连斯基他在会见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进行了实质性会谈，探讨了广泛议题，就俄方昨日对波兰的袭击进行了重点讨论。”也就是芬兰总统和泽连斯基两个人讨论这个玩意。所有证据表明，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空将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行为是蓄意之举说绝非偶然。遗憾的是，俄罗斯仍保
保持有持续扩大其侵略行动的能力。现在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仅需要欧洲行动，更需要通过强力施压，真正限制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泽连斯基认为这是俄罗斯人蓄意为之。欧洲议会的议员韦伯他说俄罗斯的攻击不是针对波兰，而是针对欧盟。攻击不仅发生在波兰，俄罗斯瞄准我们的生活方式，即自由、民主和法治，这正是普京深深憎恨和拒绝的，它是独裁专制的象征。正如我们刚刚从最近的报道中所听到的那样，这就是现在提上议事日程的基本原则问题，甚至在乌克兰前线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欧洲人必须表明，我们将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德国总理默尔茨目前看是最坚定的欧洲抗俄分子，对俄罗斯军队有深刻的了解，并且清醒地看透了特朗普一伙的实质。所以这个舒尔茨多个场合呼吁欧洲盟友不要再活在过去，需要重新建立与美国的关系。欧洲需要寻找新的战略伙伴，而俄罗斯欲望绝不止于乌克兰，俄乌冲突只是开始。默尔茨去白宫除了争取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试探特朗普真实抵抗的意愿。最终默尔茨放弃了幻想，发现特朗普不靠谱，欧洲的安全得由欧洲自己来负责。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像特朗普那样美国国会议员乔·威尔逊表示在波兰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发生后，他已提交议案，要求对俄罗斯重新实施杰克逊瓦尼克法案。这个杰克逊瓦尼克法案是干啥的？实际上就是全面终止美俄双边贸易。他指出，奥巴马与克里在重启美俄关系期间错误地废除了该法案，这种政策助长了普京的侵略行径，并且强调特朗普将纠正这一错误。那么大家拭目以待翘首以盼美俄全面终止双边贸易，对吧？在欧盟再来全面终止跟俄罗斯的双边贸易。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提案，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这个美国的援助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力度大但是现在好歹也有援助众议院以231票赞成、196票反对结果，通过一项价值8926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军队工资提高 3.8%， 提高军事准备程度，简化武器采购流程。它废除了数十年前的伊拉克战争授权，重申国会的战争权利，并为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英国将在本土生产数千架无人机，以援助乌克兰武装部队。首个英乌合作项目为升级版的无人机，该型号由2国科学家联合研发。9月11日，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国防部强调依托英乌技术交流协议，英国国防工业与乌军的合作已提升至前所未有水平。此项计划正值英国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工业投资之际。9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为了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欧盟各国应永久放弃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官邸发表讲话时做出这样表态。冯德莱恩还称俄罗斯的能源资源肮脏，他指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对欧洲国家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说现在是时候彻底摆脱俄罗斯的肮脏资源。也就是说美国和欧盟如果都能跟俄罗斯断绝一切经济往来，这个才是对俄罗斯这个最大的打击这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说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谈判已经缩小到2个关键问题。俄罗斯要求获得乌克兰6000平方公里未受其军事控制的领土。与此同时，乌克兰坚持要求欧洲或其他合作伙伴提供坚定的安全保障，以防止莫斯科在未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万斯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寻求通过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施压，促使双方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以结束双方之间的战争。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枪击案，对吧？也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政治盟友、保守派活动人士塔里科克，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遭到枪击，科克颈部中弹身亡，最终在医院去世。这个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首先，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进入一种高度危险化，对吧？自从特朗普去年遭到枪击，今年又有一个，好像那个民主党一个议员也被枪击，这也说明美国的政治走向一种非理性，要靠暴力来解决。这个科克我看有人说他是特朗普的这
这个接班梯队啊，第3梯队，应该这么说啊，他才32来岁，非常有前途，很是可惜啊。但是啊，我又看到这个科克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些言论。科克曾经说啊，说泽连斯基阻挠美国的和平倡议，正是泽连斯基阻碍了潜在的和平计划推进，也就是他抱怨泽连斯基不投降，对吧？为什么不投降呢？你一投降，特朗普这个和平倡议就停火了，特朗普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科克还说啊，我不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想法，甚至这个科克还指责啊，他说特朗普清楚泽连斯基的真相，泽连斯基是中情局的傀儡，将本国人民拖入不必要的屠杀中。他还认为克里米亚隶属俄罗斯，绝不能让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夺走克里米亚等等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所以我看到这个科克啊对俄乌冲突的一些评论之后啊，我倒是觉得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这么极端，说明他就是咎由自取。关于这个科克的死啊，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啊，他抓住机会啊就要进行挑拨。这个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发声，他将科克遇刺啊以及近期几起政治人物暗杀事件，比如说那个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对吧，被枪击伤等等啊，他把这个跟乌克兰人关联起来。他说啊，这些政治犯罪和暗杀事件实施者都是支持乌克兰的左翼自由派渣子，支持乌克兰就等于支持杀人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前总理居然指责乌克兰啊是暗杀的元凶，这个简直可笑。俄罗斯的这些政治犯，俄罗斯的这个异议人士，对吧，或者是普京的反对者，他们一个一个的不是中毒就是坠楼，要么就是游泳死、散步死。这个普里戈金啊在飞机上玩击鼓传花死，对吧，各种死法千奇百怪。梅德韦杰夫居然指责是乌克兰人干的事。针对媒体啊说这个特朗普啊要给普京打电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交谈日期尚未决定。佩斯科夫被问及是否正在进行普京和特朗普通话筹备工作，他回答称不进行，尚未商定通话日期。这个特朗普啊又要给普京打电话汇报工作，每次啊特朗普一打完电话，乌克兰就要受到更猛烈的轰炸，不怕特朗普不援助，就怕特朗普给普京打电话。这个9月11号俄罗斯金融大学战略与创新发展系副教授米哈伊尔·哈恰图良在接受俄罗斯这个通讯社采访时解释了卢布大幅贬值的原因。这个哈恰图良表示这是季节性因素和银行行为造成，俄罗斯出口收入减少，给恰逢货币需求的增加。此外，俄罗斯央行基准利率的下调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减少了货币市场的投机机会，这反映在卢布对主要货币的贬值上。卢布对美元贬值约 5%， 对欧元贬值约 5%， 对人民币贬值约 3.8%， 进一步在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央行的行动。这位俄罗斯的金融家表示如果基准利率下降不超过1到 1.5个百分点，卢布对美元汇率将保持在85至88卢布。有报道称9月10日，俄罗斯银行间市场美元汇率自2024年4月11日以来首次突破85卢布。实际上是俄罗斯出口收入减少导致这个俄罗斯出口收入减少多少呢？俄罗斯8月份石油和燃料出口收入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也就是遭到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持续的轰炸，现在对俄罗斯的影响已经显现。根据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欧盟官员正在讨论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第三国实施潜在制裁的可能性。美国警告称如果普京不采取任何行动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将面临新的关税。但另一消息来源称，欧盟的提案尚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如果美国拒绝支持，这些提案不大可能获得通过。什么意思呢？特朗普让这个欧盟加大对2个印度的制裁，2级制裁就是不让2个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要加征100%的关税。但是特朗普的算盘是让欧盟打前阵，他伺机而动。路透社说，欧盟消息人士称，欧盟不太可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的那样，对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2个印度征收高额关税。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